咧，從2點鐘開始咧，一路都做緊登記，到今日下晝嘅5點鐘咧，就會喺我哋明愛呢個非常之靚嘅禮堂咧，舉行一個健康講座，同埋打流感疫苗嘅一個活動。喺今日咧，嗱你自己打咗流感針，或者都會打埋肺炎球菌針之餘，我希望你哋都可以傳播呢個信息，好唔好啊？其實咧都係講緊基層醫療，其實就係着重預防多過治療。我哋防患於未然，點都係重要過咧有病先嚟醫嘅。萬眾一心，抗戰流感，維護家人，耶！